很抱歉，我们更青睐行业经验丰富的设计师。很抱歉，你不太适合我们公司。你与我们的岗位不匹配，也许插画师比较适合你。西来哥特意包了场，看来他心里还是很在意我的。刘总，您之前让我留意田小姐的面试结果，我听说她最近的面试都不太顺利。以她的资历，去大公司面试潮玩设计师的确有难度，但是去小公司，应该不是难事。怎么面试会被拒？可能是有人想阻断她的退路。你是说我？我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吗？当然不是刘总了。也许他四处碰壁对我来说是个机会。你继续跟进一下。收到。嗯，西来哥来了。这不就是晚宴上西来哥的女伴吗？机会还真是说来就来，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趁虚而入。刘总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再提钱了，这个时候只要关心就够了。你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记得告诉倩倩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好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刘小姐，抱歉，刘总今天临时有重要的公事要处理。公事啊？什么公事这么紧急啊？不清楚，刘总没有交代。肯定是因为那个女生，我得搬个救兵。喂，喂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国啊？没想好，过段时间吧。怎么了？你赶紧回来吧，我们金三角都好多年没聚了。反正你一个人在国外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尽快回来就是了。知道了，我尽量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我去给你接风。我是不是真的不行啊？这几家大的潮玩公司都不要我。你又跟踪我，这次你真的误会我了，只是巧合而已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废话，再跟着我，后果自负。田小姐，如果你是因为面试碰壁而沮丧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聊聊关于生活助理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你！我说怎么这么巧，好几家潮玩公司都拒绝我。我当不上潮玩设计师，你满意了吗？田小姐，生活不只有梦想，还有面包。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谈什么梦想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执拗的一条路走到头呢？我的生活不劳你费心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对，我的字典里只有一条路走到头：遇山开山，遇水架桥。我只是想关心你。闭嘴！像你这种人，出生就在罗马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普通人为了生活就已经精疲力竭了。高高在上的人，凭什么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？我这种人怎么了？我这种人就不需要努力了吗？你背负梦想很辛苦，但是我背后是千盛集团几百名员工的生计。
多少人虎视眈眈，多少人等着我倒下，但是我不能动。你放开，你简直莫名其妙。大雨天还戴着墨镜，看着就让人讨厌。放开，放开！刘总他低血糖，又低血糖。他没病就好，等他醒了，你告诉他，以前他做了什么我都不追究了，只要以后别再来打扰我。哎，田小姐，其实你误会刘总，我刚刚接到调查结果，在背后捣鬼、影响你面试的人是凯文。凯文，一个设计师能有那么大能耐？一个设计师，在行业里沉浸多年，背后一定有他的圈子和人脉。想要断一个新人的路，不是什么难事。刘总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没事。田小姐，这下你相信我了吧？真不是你啊？当然不是我，我的道德标准很高的，好吗？那你不早说？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你的洪荒之力都快控制不住，要打我一顿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心情不好，有点冲动。没关系。虽然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但是归根结底，也是因为我用人不当造成的。这点，我向你道歉。唐特助，以后在潮玩圈，我不想再见到 Kevin 这个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这么处理，田小姐还满意吗？那个，我也跟你道个歉吧，我不应该不问清楚就乱发脾气。那祝你早日康复，我该走了。最后给你个忠告，像你这种弱鸡的小体格，没事儿就别出来碰瓷儿了。弱鸡？谁啊？我是有腹肌的男人，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301病房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红色，抽血类的检查暂时也不需要。哼，在医院还摆谱。病人是有晕血史是吧？这是隐私，不方便回答。晕血？田小姐，我希望你今晚不离不弃地陪在我身边，挽着我的手，一刻都不能离开。你好歹也是个霸总，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？拥有外挂的快乐，你想象不到。外挂？难道他？
你回来干什么？你果然晕红色，而且我对你有作用。刘总，医生嘱咐让你休息，休息完就可以继续了。